朋友们，这位是我们今天的驾驶员，是歼七的战斗机飞行员。大家好，我是谢雷，是镜子。今天我们去太湖演出，非常的激动啊，因为是在直升飞机上唱评弹，应该是自古以来第一次，把传统的东西和现代的科技结合，究竟能不能成功？咱们拭目以待。今天非常的凉快，哇，朋友们，我们一下车就看到了这个直升飞机，近距离看一下，4座。说真的，我做梦都没有想过我会来坐直升机，之前都是电影电视剧里才看到。镜子开心？开心的。所以呀，好好学好一门手艺是多重要。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民族文化。今天的气温应该也是最近1个月来最凉快的一天了，30度都不到，不会出汗的。这位是顾老板，上海黄浦江的松江的直升机也都是他在经营。这个太湖的话，这是第一次对吧？对，是第一次，非常荣幸邀请到顾老师。太湖山水本来就自然的山水，然后您的评弹又是传统文化，非遗文化嘛。是。朋友们，这位是我们今天的驾驶员，是歼七的战斗机飞行员。你飞了多久啊？歼七？歼七总共飞了8年，然后现在总飞行经历将近20年时间。今天我们的安全就交给你了。好，进。出发！我起来了。